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18的台南市长选举真正非常热烈，除了拿了两党的参选人以外，毛济无党参选。上午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要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2018的台南市长。苏焕智强调，推动在地经济，让少年人伫地方有好的工作机会，是伊投入选战的关键。已经有5名参选人的2018台南市长选举，现在嘛伫2号上午正式增加一位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伊选伫永康桂田酒店，伫侪民众甲劳动士的相挺之下，正式对外宣布参选。伊强调，即届参选是为了改善大台南的困境。嘛希望会使改善现在的经济环境，互少年人愿意倒来厝里找头路。决定倒来台南市参选即届的市长，安尼好无？这个6都把地方的121个乡镇整个废掉地方自治，那么反而造成那么这个地方的加速边缘化，所以6都这个之后呢，反而在都内的城乡差距是在扩大哈，所以我们这次参选主要去推动台湾的所谓的地方再生运动了。那这个包含就是分税制哦，还有就是新地方自治，我们主张，那么将来地方的选举采取一个比较政党比例哈，那一个新的可以能够防止黑金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让更多年轻人不要花很多钱，因为选举太花钱了，所以让更多年轻人呢可以有机会来参政。然后呢，新的地方自治才能够带动整个地方的经济再生，然后，所以这个赖院长提到要地方创生，其实如果没有地方自治的改革，地方的创生是非常困难。会场嘛有支持者送花为老县长加油打气，甚至阁有里长甲县长表达意见，希望伊会使听到基层的声音。苏焕智表示，伊若是当选，将会积极推动大台南的地方再生，互府城再现首富风华。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前台南县长苏焕智宣布正式参选台南市长，目前正积极巡回各区进行党内团结造势，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书甫上午嘛做出回应，伊表示，除了期待有机会甲苏焕智就理念政策来辩论以外，嘛口说讲老师傅会比土地较高明。虽然外口风雨，不过节早伫新营乡亲时代热情的参与甲欢迎，互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书甫上大温暖。会中除了国民党市党部主席谢龙介卖力的鼓舞，包括担任郭书甫竞选总部主席黄秀生，甲过去一直小挺但主经议员蔡辉等人，嘛拢出面共同做势，呼吁乡亲只有团结，整合在野力量，才有法度胜选。他相信这是20几年来上好一摆会当平盘的机会。当然，和国民党认为这是历史的机会，就因为绿营分裂，包括前日的柯忠信教授以及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拢正式表态。对此，参选人郭书甫表示，这个参像乱世，各地英雄好汉拢站出来献上，强调苏焕智绝对会比个土地黄伟哲更靠有规划市政拿督的能力，已经是西瓜地当当选，期待来一场理念之争。苏县长哦，是这其中可能这个政见播化能力哦，还有也是具有相关行政跟民意代表经验哦，经历非常最完整的一位哈。那我跟他当然大家是台大法律系前后期的而且以前算是有交情的哈。那我非常期待哦，就是能够在政见上跟他来一场竞争，擦出火花。好，那我觉得台南是需要这样子哈，而不是像民进党候选人
这个选举的态度，就好像坐着倚靠基本盘啊，等着想要就这样当选啊。虽然说换嘅参选其中一阵候选前搁在斗智变数，不过高书博强调，现阶段上界重要就是国党内根本，而且相信伫7月甲单主竞若整合未成，那军队家己归队，并无分裂的本钱。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作家17秒举办什么时阵去台南新册发表会？活动当天有真侪册迷到场支持。现场佮邀请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担任贵宾，邀请大家做伙感受台南的美好。台南对真侪人来讲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不管是历史人文、美食小食，或者是热情的民风，拢是因选择来到台南观光的原因。作家1000秒就是因为喜爱台南，将家己旅游经验写成册，结果伫日本造成一个热爱台南的风潮。今年伊阁写出《什么时候去台南》这本册，要将台南的美好介绍予更较侪人知影。对我来讲，每一次，譬如说到神农街，真的一大堆店，就好像变新店啊，或者是放了一些别的东西在里面，让我很惊讶。然后像这一家店，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二手书店，但是现在变成这么就是有一个独特性的一个民宿。那我觉得这个台南的变化的速度，当然有好有坏，但是这也是一个现实。可是一定不会变的就是台南的人情味。受邀出席的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也表示，感谢作家1000秒对着台南的热爱，也表示未来就任市长了后，将会邀请1000秒担任市政顾问，继续为台南创作。大家可能不知道说1000秒小姐的介绍台南专书，我先讲一下。其实过去并没有介绍台湾旅游的专书，用日文书写，然后由日本作家来写，而且变成畅销书的。其实这个继第1集介绍台南专书之外，1000秒小姐能够愿意出第2集介绍台南的专书，我觉得其实将来对台南观光的推展，以及让日本朋友来认识更多更广的台南，有很大的帮助。那这本书第1集是畅销书，第2集预计也应该是非常非常畅销。那而且我们已经预约了1000秒，将来会继续写第3集、第4集。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入主市政府的话，但是不管如何，今天很开心、很高兴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促进台日友谊，甚至促进日本朋友认识台南，甚至让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日本作家能够来更深一步的带领日本朋友来体会台南，来认识台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行政院将要推出的公共化托育政策，引起国家托育人员、托婴中心甲家长真侪疑问甲顾虑。立委陈廷辉接到台南市保姆职业工会陈情，特别邀请中央官员、市府社会局甲民众面对面座谈沟通。托育准公共化政策将伫咧8月1号上路。立委陈廷辉伫6月30号召开座谈会，邀请台南市保姆职业工会、甲卫福部、市府社会局展开面对面的沟通，要来听出第一线保姆的心声。因为之前的政策就是采登记制的时候，那个阿公阿嬷结训完了之后，有考到证照的，他们加入系统登记当保姆，就算是亲属保姆，他也是一样可以领3000块的补助。但是8月1号新制上路以后，他们被归类在亲属保姆里面，变成只有领2500的津贴。我觉得这个对那一些阿公阿嬷非常的不公平，因为那些阿公阿嬷，你想想，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家，为了自己的孙子，然后努力很努力的、很认真的来上这个课，然后很认真的在练习术科、学科，然后好不容易考到这个证照了。可是政府的一个新制上路之后，就把他们归类在那个一般的亲属保姆里面，只有可以领2500的津贴。我觉得对他们非常的不公平。针对新制上路了后，保姆的福利被减少，
立委陈廷辉嘛请卫生福利部将这议题带回中央来演议。因为咱卫福部的解说无清楚，造成有一寡误解，所以今仔日特别邀请咱卫福部针对咱的准公共化政策，其实应该爱互咱的保姆更较清楚，因为伊是相关系人，关系人若无了解到做有好的政策的方向、甲内容的时阵，就会造成误解，造成误解就变成所有保姆的担忧。一个好的政策若变成担忧的时阵，又搁会去互误会，变成是无好的政策。所以我相信过去以往定拢是这种解说无清楚，造成大家误解。所以今仔特别邀请咱的社家属相关人员落来到咱地方听保姆的意见，甚至甲因即马现主是有一寡误解，爱解说有清楚。陈廷辉嘛表示，参加准公共化托育，因为有6000块的补助，互家长更较有意愿将囡仔送出来互保姆照顾，进一步达到扩大保姆市场的目的，增加工作机会。但公共化退场的机制引发争议，希望透过说明，会当互这项利益良好的政策，伫未来施行的时阵，会当更较圆满，互家长、囡仔、保姆以及政府达到四赢局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立殡仪馆无种爱设施，因为徛坡边仔有关价差，时常造成民众跋倒受伤。经过民众业者反映，上午议会民政委员会特别邀集市府相关单位前往会勘，初步协调，将会正式查来改善。以民众业者的反应甲建议，台南市立殡仪馆和平等的无障碍设施，虽然伫民国101年就正式完成，不过期间因斜坡边仔的关价差，时常造成民众来跋倒受伤。对此，议会民政委员会上午邀集市府民政局、社会甲公务局实地会勘，我觉确实有需要做改善。第一点，咱袂无说你去读着啦，因为咱有够迄个关度嘛。第二点就是伊的现地的环境做白啦，才做出落来。才有白吗？才有白有无？才出来。才出落来啦。安尼伊才袂去搁读着啦，伊才袂读着啦，嘛袂讲脱着啦，比如讲我脱着。脱的，伊才有这个出多嘛。无就做管做法。但根据社会局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办法，不管是坡度或者是护栏的管道，拢有一定的规范。经过委员会甲市府协调，最后将以正式护栏来改善。不过护栏的管道嘛袂用超过75公分。我们希望针对这个无障碍设施之前不当的做法，我们能够加以就是再一次的修缮了哈。我们需要在加护栏杆，从就是无障碍空间这个底部开始算至75公分的栏杆，来维持就是大家使用的进出的安全啊。因为这个无障碍空间这个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依照法令下去做的是符合法令的规定，但是因为有发生这种遗憾的事议员的关心的话，我们这边也是会来做一个检讨来配合的我们尽速来做一个处理的那么议定数是多少？议定什么我们时候完成？回去的话，我们马上的话就会来牵办这些相关的事、相关的工作。经过统计，整个和平等无障碍设施总共有58座，但议会委员会为了考量施作时惊造成民众的不便，目前先对东边的36到42号的和平等先施作，等待改善结果如何，其他再一并来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大台南地区因为范围较宽，37个行政区当中，也阁有5个区竟然连一间气科都无。使得当地居民若是要看喙齿，就要走真远。市府卫生局特别打造一台口腔保健顺回车，今仔日伫7个卫生所正式启用。这台车的内部设置了现代看喙齿的医生所需要的专业设备，这就是市府卫生局所打造的南台湾第一台口腔保健的巡回车。运用这台车，会当解决着7个区、左镇区、南化区、三中区以及龙崎区这5个区域无半径齿科诊所的问题，也互民众看喙齿毋免搁再路途遥远，嘛互来为民众服务的齿科医师会当省下袂少的功夫。阮有一寡医生专门咧做偏乡或是在宅爱炸出侪物件，炸去结果扛诶提椅只能做凉椅啊、躺椅。无这一台椅啊，诊疗椅遐大台，免怎搬啊，对无？做感谢局长啦吼，因为阮也是讲会跟他讲了之后，有跟局长自己嘛就有想法吼，结果了解牙关不要紧，这钱甲开落不要紧，这其实无俗啦吼，有这个车甲诊疗椅设备，大概等下咱会使即摆看卖啊吼。咱7个先嘛吼，后礼拜有7个无，嘛是有，搁过迄个礼拜呢，嘛是有拢固定时间和地点。搁来呢有左镇，搁来有南华，其他的所在咱一直会搁推出啦吼。所以当家阮也要搁拜托医师公会张理事长，较紧搁阮加找几个医生的吼，互即只车呢，含拜六礼拜都有哪来走，安尼吼。大家咧看喙齿呢，就免走遐远。这台口腔保健车将以着7个区、左镇区、南化区作为服务的起点。未来也将会规划三重区甲龙崎区，积极来维护着市民朋友喙齿的健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暑假之后，新的学年度就要开始。南台南家扶中心为了找找后学期的助学金，将伫暑假期间举办助学义卖会。南昌保安局听到这项消息，就率先捐出800包的白米来赞助义卖。在南昌保安局5府千岁见证之下，南台南家扶中心接下800包的平安米，这寡拢是南昌保安局兴善帮助弱势心意，希望会当协助南台南家扶中心伫咧暑假举办的助学义卖会。家扶，我自足早，阮就有甲家扶斗骹手啊啦，有咧甲伊捐钱互因啊啦，我想即摆拄好做着迄落吼，怎用白米出来，互因会当迄个去募款。因家扶逐冬的迄种，若咧募款吼，我拢会甲伊迄落啦，甲伊斗骹手啦，啊，互囡仔会当安尼安心通去读册。南台南家扶中心一个学期就必须爱找找数百万的经费来帮助贫困家庭的学童，会当顺利伫咧学校来学习。南厂保安宫这样的一个800份的一个爱心助学的一个平安米，我们会把它给跟我们的所有支持南台南家扶中心的民众做一个特卖会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平安米换成我们的助学金，在孩子们9月份开学的时候，让我们南台南家扶中心所陪伴、所帮助的弱势孩子，他们可以顺利的一个就学。然后安心的在学业上里面去念书，这是我想说，这是我们南家扶目前最大的在努力的一个助学的一个特卖活动。那也希望所有好朋友，所有我们台南好朋友、乡亲父老们，能够在8月7号、8月8号我们的助学特卖会里面，到我们的活动会场去跟我们做一个义买，然后用我们实际行动来帮助台南的弱势孩子。南昌保安局展现着5府千岁之美，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运用着宗教的力量，互较侪人会当加入善心助人行列。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位伫咸水区的南营科技大学，是溪北地区唯一的大专院校。为了让学生毕业以后得当马上就业，学校甲生技公司合作。进驻育成中心，成立实习美容商店，提供美容设计科系学生伫学校实习甲磨练的机会。
手下着美容导入的仪器，边仔老师也真用心来指导学生。这是南宁科技大学上届新成立的美容实习商店，并且由着生技公司来进驻育成中心，提供美容设计科的学生伫咧学校内底实习甲磨练的机会。课程甲仪器更是甲业界干部，要来提升着学生伫咧职业场所的竞争力。一般来讲，我们是让我们这些优秀的同学一起来做更实务的演练因为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我们的美容造型设计系在这个国际竞赛有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也引进国际夜市来训练我们学生，尤其在美国、韩国这个部分那我们也把学生送到韩国当交换生。我们很重视学生在这个美容实习商店，重视他们在做行销这个部分那因为以后我们学生毕业后，他就是要到店里面去做行销，去做就业，所以学校的理论上都比较少，但行销上很少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个美容实习商店带给学生，他们在行销还有技术来做一个结合。那未来他们在就业职场上呢，他们就比较能够上手。然后呢，他在学的当中也能够学到很多他们想要学的。感谢我们静心生技有限公司我们的王理事长，真的非常的有爱心提前帮这些2技的小朋友呢，可以呢让他们有一个在职场的提前训练。那呢，我看到现场好多的这个学生非常的认真。那燕珠呢也在这里期许他们未来在职场上呢，在这个职场上能有一个另一方面的成就。三合合作是目前的趋势，提供给学生一个专精技术的平台。生技公司的经理王丽婷也表示，目前伫咧溪北、溪南，佮选择伫咧南宁科技大学甲台南大学来合作，设立着美容实习商店，不只予教职员来体验，更开放予一般的民众有用。整体的体验，因拢相当的满意。做起来感觉很舒服这个脸看起来又很光又很亮下巴尖起来又年轻好几岁，这样好下次有机会还是会继续来这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节分，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有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7月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